今天我们这个国宾大楼呢，是一个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物，它73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的屋龄已经高达38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国宾大楼因为过去年久失修了以后，慢慢的丧失往日的光彩。那我们希望说它能够重塑旧日在台南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的风貌。所以这次呢，特别来争取这样子的一个补助跟维护整建的一个工程。国宾大楼它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前面就是我们台南市最重要的公车转运站，然后它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台南火车站的正门口，所以可以说它就是在我们台南市的门户，只要从台南火车站一出来，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栋国宾大楼。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维护整建，除了是成为我们自主更新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发挥了我们台南市门户重新改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益。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12年的一个努力了，也感谢从市政府开始，我们的市长还有各级长官的一个帮忙，我们在经济条件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下呢，把这个事情呢来做了一个作为一个完成这个非常非常的感谢。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感谢我们中央的跟我们管委会的努力，我们市政府也希望多尽力多协助因为大家现在火车站前面，我们铁路地下化火车站前面在整顿在整治然后如果将来或现在出了车站，看到一些门面就是说刚离开车站，就看哇这个建筑物都是比较老旧或者比较不好，大家会觉得影响到整个对城市的印象这是这个基本上的第一个理由。但是也感谢我们张主委还有我们都发局，还有许多我们在地议员跟里长的关心能够让这个台南市的这个门面这个进出的门面这个部分也都终于能够完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这个火车站的门面之外，我们还有高铁站的门面、机场的门面，这些部分我们也都一个一个要去把这个整顿得更好。那这边的周边的环境，除了我们这栋大楼之外，周边的环境的整理我们也希望说都发局也好，我们在地也好，我们会多努力来把周边的环境整顿得更好。你好，是公家欢迎收看2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是开学的头一天，台南市副市长甲教育局长一透早就到9分中小学做伙迎接学生上课，并关心学校的防疫管制甲物资整备情形。市长委托嘛特别用开讲机器人软体来甲所有师生问好。寒假结束，高中小学正式开学。今仔日一透早，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甲教育局长陈新辉、立委陈廷辉前往9分高中小学，共同迎接学生上课，同时也将对学校防疫管制措施以及防疫物资准备来视察。今天特别来到9份子国中小来做视察，那刚刚也特别看到了学校已经把一些防疫的物资，包括口罩、酒精。那快筛洗手乳等等这些需要备用的这些防疫物资，都准备得非常非常的齐全。副市长叶铁山等人也到班级甲学生互动，宣导防疫相关知识，随后也教学生正确的洗手方式，宣导爱好好洗手，避免病毒入侵。我想透过市府、学校还有家长大家共同的来防疫，那我相信我们的整个防疫工作会做得非常的好。台南市长黄伟体也另外用现主时上行的 ChatGPT 软体，写一篇开学文章伫伊的脸书，文中向市民朋友讲高早之外，也祝福学生伫新的学期会当一切顺利。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教部核定担市111年电动大客车的示范计划，补助2亿6600万，预计将汰换38台电动大客车。干上午的议会临时会审议，大部分议员对电付款拢表示支持，不过伫路线分配甲客运公司的营运，较部分议员提出意见。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一次的临时会上午进行电付款案的临时审查，其中伫个保安委员会市府交通局所提，交通部核定补助台南市111年电动大客车的示范计划。总经费2亿6600万，将汰换38台的电动大客车，预计2030年会用达到公车全面的电动车。动公车嘛，就是为了环保嘛，哈。那我们行政院是定2030年全部的公共运输大巴士要全部对市区公车全部电动化。对，那我们台南市也是以此为目标。是。那台南市到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渐渐把它换成电动公车。是。到底现在我们是占了几%啊？一做报告，我们现在台南市公车417辆，目前已经上路的有57辆，正在打造当中的有56辆，这些全部换完之后，已经会大概1/4%，25%当然每年还陆续再换。所以每年再陆续换的话，到2030年的话，它是可以达到全部电动化的一个目标。没错。好，都换成电动车。跟一做报告，像我们跑永康的5路已经全面换成电动车了。那接下来当然也会有像新辟的901、902路，就是东桥那边的出名公车，也都一开始就要求他用电动车跑。所以我们都有平衡在各个区域来更换。你知道？局长回应，目前补助的38台汰换电动公车，包括行人客运的南干线20台，以及汉城客运G9甲G13的支线18台。虽然部分的议员对着路线甲分配数量有一寡意见，不过交通局依照计划提出补助的申请，目前打造的就有56台电动公车。加上进前上路的57台，预计年底将达到113台，大约占全部公车的25%。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吴国芬到伫台市安南区甲7个渔电共成场以后，市白虾育成率对户外上济2成，到室内场以后已经有8成。现在经进一步伫国外资金甲北部能源业者的合作，佮伫南区开设第3场，同时将太阳能系统甲台电的电力网络合并，正式宣告永续甲热能发展要迈向双赢。来到昆新路边，一片占地3.5公顷的渔湾，要规划6个室内渔池，每一个厝顶拢盖满太阳能板。实地经营者吴国芬，正是上早伫台南兴建渔电共生的业者之一。伊除了伫7股，现在嘛将南区这片拍远的土地，伫泰国 PRG 的投资，加上北部能源公司合作，1年半后将原本传统的养殖转型成用下光电科技的示范案场，敢若白虾产量要对户外2成提升到8成。我们的做法是结合太阳能之方，下去做这个室内养殖。它回馈给我们免费提供给我们这个很好的场域，让我们养殖，所以它是没有再算租金的，养殖收益都是回归给我们渔民。我们目前收成都大概在8成左右，业者拄放虾苗2礼拜，不过3个月后18尾到1台斤的成绩，一档可望有将近8万尾的产量。当然以渔业为主，伫光电的加持以后，一档会当有520万度电，平均是电费1500户家庭一档的用电量，节能减碳效益相当可观。金华能源还是会依照这样的国家政策，以渔为主、光电加值的这个指导方针，在我的左手边将还有4公顷。我的右手边还有6公顷，我的对面还有大概4公顷左右的
这个示范案场，我们会继续的为渔电共生国家政策做出绵薄的贡献。2-3天前，永续号听到渔电共生并无都接受，不过推动能源转型的多元利用，将土地活化兼顾产业的发展，包括政府甲学术界拢强调，已经是永续行动的重要方向。土地，尤其农地农用的原则之下，如何兼顾到土地的多元利用，同时兼顾到养殖、生态跟绿能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台南市在推动绿能的政策上呢是多元的。那对生态永续这一块，净零碳排这一块也非常的琢磨很深。尤其黄伟哲市长就任以来，这个方面的绩效都非常的卓著。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复合性的方式，未来我们还会再积极推动相关的研发 IMPA 多层次的养殖方式，来协助养殖业者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值还有产量。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带入更多的年轻学子，可以投入现场水产养殖的产业。如何创造国家企业甲渔民三赢局面？但市员郭信良嘛出席开幕典礼，会中相当感慨，呼吁政府一定要整下一套符合渔民需求的养殖场。第一，国家有；第二，企业有；第三，民间有。但是到目前呢，只有在农地的时候，用农地的太阳能发电，因为较新刚、较新本。所以往那边发展，没有真正的造成三赢。那未来我希望创造一个三赢示范场，真正让这个业主可以来做的。不然进所有这业者做的底下作乱的，没有一套真正的让这个业者可以放心的一个示范场。全国界教场恭喜渔电共生的室内勇士示范场开幕，同时将太阳能系统甲台电的电力网络合并的即刻，嘛宣告勇士甲热能发电要迈向双赢的里程碑。台南新闻军职何秋芳采访报道。第三次推动多年的行动健康检查备受肯定。今年卫生局伫各区嘛安排有上100场的服务，除了互民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政府来讲，除了掌握民众健康的状况，嘛当借此推动健康的政策。关心市民的健康，方便社区居民就近检查。市府卫生局安排了上100场行动病院全民健康检查活动，为即摆开始伫各区展开，真侪民众一透早就去排队领表，透过健康检查，真侪疾病拢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民众的健康的维护，许多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第二个，对于我们台南尤其台湾，尤其是台南的这个民众的健康状况的掌握。对于政府来拟定健康政策，包括这个健康促进的种种的作为，还有包括其他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一个方向的掌握，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我们形成了这个非常庞大的资料库，大概至少有50多万笔的这个民众的健检资料，在去识别化之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学术机关，包括中研院的一个对于疾病形态类型还有人口老化的一个研究，其实都非常具有这个学术上的价值。来这呢会当做到什么物件？咱除了讲全面健康检，这个成人预防保健的这个以外，咱个会当做四癌筛检、口腔检查、大肠癌筛检、乳房筛检、子宫颈抹片检查，以及咱也个会帮你筛检。有没有这个忧郁症、压力的量表这一些由心理健康专家他们设计的量表来帮我们筛检。在后疫情时代，市长委托也呼吁市民朋友健康的生活习惯，甲定期健康检查是保护家己、维持健康活力的基本功。就参照是防疫同款，喙安、手部清洁甲良好社交距离拢是有必要性的。希望大家养成良好习惯。做伙为健康台南打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11號甲12號一連2天，在海岸路登場的台南甜點節，今年總共邀請130間攤商參與，其中就有30間品牌甜點，用美味加甜蜜的氣氛，吸引數萬民眾到場。邁入第3屆台南甜點節，活動在2月11、12 2天登場，在海岸街逢甲舉辦，各間的店家擺出自家的產品，讓民眾選買。參與活動的店家表示，台南甜點節愈辦是愈成功，零調一檔是比一檔較濟，因嘛真歡喜會當趁到這個機會來行銷。我覺得這一場思威士忌辦的活動很棒，因為它人流量真的是非常誇張的多，而且客人來就是有看到不同的產品，那對品牌來講曝光，我覺得也蠻快的。對。然後我覺得這場活動很棒，是我算是從2022年到2023年初就是參加人潮最多的一次。2023台南甜點節，今年總共邀請130間攤商參與，其中有30間咖啡甜點名店的設檔。主辦單位表示，這2天的活動有夠會當吸引5萬人到場選買。我們這一次西南加西北，總共有130間的一個品牌的一個攤商啦，集結在我們台南市的一個海安路，那包含有30間的一個咖啡跟甜點的一個名店啊，就是希望在這個週末大家一起為愛而甜，為愛而生。那我們預估2天的人流也超過大概5萬人啦。在開幕一天，全唐市長吳偉哲、立委陳廷輝、林義景、中西區長汪慶龍以及議員沈振東也攏做會出席開幕儀式。大家知道台南市是全糖城市哈，所以甜點本來就是很厲害。可是重點是今天人好多，因為又靠近情人節，所以說情人節本來就是甜甜蜜蜜的，大家很喜歡台南的甜點，也很喜歡我們的另一半。那希望說各位好朋友，大家來到台南的甜點節，也一起感受到歡樂甜蜜的氣氛。漢商圈理事長黃順平表示，今年的台南甜點節力求突破前2屆好成績，就希望會當讓更多人了解台南的美食甲甜點，也希望透過甜點節活動品牌建立，吸引全國民眾參與，活絡商圈經濟，帶動台南觀光。台南新聞張碩偉採訪報道。為了中華歐巴國小獻樂團一直攏佇音樂比賽得獎，這回因來到台南，甲咱復興國小獻樂團進行交流，雙方透過樂曲演奏來交朋友，同時交換紀念品，氣氛相當的熱烈。彰化縣歐巴國小在校長莊世雄的帶領之下，來到台南市東區復興國小，由校長陳茂盛親自來迎接。我們這一次呢，我們復興國小弦樂團呢，也特別慎重哈，因為我們彰化縣的湖北國小來到我們台南市，這也是疫情解封之後第一次的一個交流哈。那我們為了這一次的活動安排呢，我們家長會的這個弦樂團後援會呢，在友美老師跟這個佩奇這個我們的家長呢，全力動員。我們家長來做準備，這一次為了他們的午餐呢，來準備我們台南道地的小吃。那這次由我們的指揮林昌龍老師帶領之下，讓我們的家長後援會能夠動員全體的家長，全力在這個活動上面予以重視。歐巴國小的師生先參觀復興國小校本課程地科天文館，由復興國小的學生帶領因實在天文、星座等地科相關知識，隨後2校也用音樂進行交流。復興國小在2018年成立弦樂團，到達每一檔攏得到台南市音樂比賽第1名的成績。而彰化縣的歐巴國小的弦樂團更是比賽的常勝軍。那我們今天有大概21位學生，再加上8位家長，一路上從彰化過來，來跟我們的這個復興國小的孩子們一起享受這個音樂的一個洗禮哈。那台南的一個復興國小是非常有名哈，那我們也很羨慕，然後有這麼好的一個校長帶領的師資，還有我們的團隊哈，非常的用心的
接待我们。复兴国小校长陈茂胜也特别准备学校的校本天幕文创品作为伴手礼，同时也亲自设计制作纪念杯啊，送予彰化县乌巴国小校长庄世雄。两校学生也交换纪念品，希望两校情谊会当久久长长。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针对下腹肚的疾病，对过去传统开腹到腹腔镜以及到达文西中间的手术，不但空喙愈来愈少，恢复紧，现在伫泌尿外科的争取，目前针对部分腰肌的切除甲裂喉腺癌，中央嘛同意部分有健保给付，对患者来讲会当省下一笔费用。根据卫生福利部过去10档的统计，泌尿腺皮癌的发生率一直是男性癌症发生率的前10名，其中肌肉侵犯性的膀胱癌大约占了初诊断膀胱癌的1/4，因为具有高复发加移转的风险。过去伫个传统的破腹切除的手术，因为空喙大，恢复期嘛较久，到后来随着腹腔镜加达文西的手术，不但空喙小，而且恢复紧。不过因为膀胱加裂喉腺拢位伫个骨盆腔的较下部，奇美医学中心毕业外科医师曾文新表示，目前卫生福利部嘛同意达文西的手术部分的健保给付。传统手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从开腹手术开始谈起这样子。那开腹手术不管是在膀胱、肾脏、输尿管，甚至是射物线，比较常见的射物线，其实基本上它的刀口至少到20公分左右这样子。那大概20-30年前开始有腹腔镜以后，然后再进展到达文西手术这样子。那腹腔镜手术就是刚刚有就是说的，就是说它的关节活动度大概只有2到3个左右而已。那进展到这10年来，奇美医院从2012年开始有达文西手术这样子。达文西手术它有总共有9个关节，那相对上来说，它就是它的活动度能够更灵巧、更仔细。那它的视野，它是用3D 的视野下面去看的话，影像上面也会比平常还要放大10倍左右这样子。在我们的射物线，其实它在身体的骨盆腔最抵触的地方，其实你用腹腔镜手术根本就没办法达到一个好的手术的品质跟一个效果在这样子。那我们只有用达文西手术才可以达到它的一个良好的品质这样子。所以那个从达文西引进来之后，射物线癌是台湾第一个经过卫福部认可说可以就是部分健保给付，就是它只要付卫材的部分，手术费用是健保局帮你出的这样子。奇美医学中心对2012年引进达文西的手术。唔定伫个膀胱癌、裂喉腺癌等的微创手术，另外伫个腰肌肿瘤的切除，嘛完成了将近300例，不但提升腰肌局部切除手术的极限，而且嘛大幅减少腰肌全部切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代人压力大，拢会找各种疏解压力的方法，其中点上有芳葵蜡烛第一种的释放。近年来，芳葵蜡烛嘛引进韩国风调，成为真侪手工课程一项新的选择。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些人喜欢点起香氛蜡烛，让紧绷的情绪获得疏解。蜡烛的手作课程也十分受到欢迎。最近有一种韩式香氛蜡烛，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它其实就是别于传统的一些，因为我们一般人的概念，他会觉得说，哦，蜡烛就是2根红红的那一种，就是拜拜啊，或者是在台湾来说，传统观念应该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韩式香氛蜡烛它有很多，就是像可以跟花结合，又可以跟一些水果结合，或者是肉桂结合，他们这些其实都是玩创意的。那其实这种东西带到台湾来说，对台湾人来说就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情。原本从事设计师的徐小玲，也是因为一堂手作课程，开启了她韩式香氛蜡烛之路。从考取证照到教学课程经由选用，每一处都能感受到她的用心和认真。徐小玲希望能够给每个人在使用上都能够得到最安心的保证。引进的是韩国它本身的蜡烛精油，所以它的价位当然会比一般可能市面上去选择的还要再价格会高一点。那为什么我会去选择韩国的精油？是因为它有认证，就是假设是孕妇、毛小孩或者是就是小孩，它都是可以安心的使用的。或者是因为有些人点蜡烛，那
坊间流传的一些蜡烛点了啊，就是可能会对身体不好啊，或者什么，其实那些都取决于精油，你到底是使用有没有认证，因为东西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使用有认证的东西。所以我在购买精油部分，我一定都是买有认证的，跟韩国海外进口过来的这样。一走进工作室里，明亮宽敞的教学台上摆放了手作会用到的精油和花材。徐小玲用她的专业告诉大家，其实零经验来到这，也能够做出独一无二、有个人特色的韩式香氛蜡烛。其实呢，最多人问的就是说，我今天完全无经验，那可不可以来尝试做这样子的作品？会不会成功？然后我很怕失败。他其实都，我都跟我的学生说，像要来体验的人，就是完全零经验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其实不难，它只是说你要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步骤，怎么把它做出来。那因为我们这边都会，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老师，所以一定会带着他们把它做出来。那每一个作品香氛蜡烛都会有不同的技巧去呈现它，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说，体验课来说，就是让你们知道说，哦，我今天要录这个蜡烛，我要做这个蜡烛，我会接触到哪些东西，那哪些器具，那我会把它做出来，然后选择怎样的精油去做出来，这样子，这就是我们体验给学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工作室一旁的架上摆放了许多造型特殊的香氛蜡烛。从珍珠奶茶、仙人掌到气泡饮等等，每一款都是徐小玲特别设计制作。她希望来到这里体验的学生都能跟她一起进入韩式香氛蜡烛的创作世界里，开心的享受过程。记者曾佩云、周福庆高雄报道。感谢收看2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